这两天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有短暂的阵雨，早暗温差真大。另外，这个闪电风台目前伫个五峦片东南东边的海面上原地咧踅玲珑，是毋是会冲来台湾？这两天是观察的重点。啊，无排除会来发布到海上警报。最近天气有较凉冷，大家拢开始穿袖啊。但嘛，季风变强，3号上低温度伫咧台东落野17.3度，搁有新北5个地区17.8度。日时气温小可回升，宜高北部地区气温落伫咧19到22度，中南部地区高温甚至出现30度。港有早暗较凉冷。 不过，桃园以北、甲东北地区拢会有短暂阵雨。大台北的山区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。另外，今天在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也有些短暂零星下雨的现象。至于中南部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这款天气会继续到5号拜四，但嘛，季风变细，水气变少，天气才会有稳定。不过，要注意的就是第20号风台闪电。 轻度台风闪电目前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740公里的海面上，预估星期2、星期32天会在原地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。那目前看起来在星期5、6 2天，它是最接近我们的。今麦各国对闪电甲的路线分析无同，敢会影响台湾也真歹讲。要等到4号开始刷叮当才会知影，不过真有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伫咧沿海嘛会有小高影。